台南新亚病院有一名这批价挂号工作人员要求病人立急诊，也个诊断证明费用的时阵，说服对方乱骂骗物件，报警察了后才解决问题。这名工作人员也指控讲，这护理长面对这款的暴力行为，敢若保护医术人员所无包含一般职员，甲这过程拢写伫网络顶头，病院要求讲这文章就要拆掉，因为这名工作人员也已经提过啊。查甫人指柜台内底挂号行政人员几分钟进前，伊甚至摕地一半向内底拼，因为被对头急诊甲诊断证明书的钱，警会护理长警方陆续到场，代志才结束。暗过事后，行政人员控诉护理长告知医疗暴力只保障医术人员。医疗法只保护医生、护理师、医师人员，没有保护我们行政人员。我的部分，如果说我真的觉得受伤害，我只能去提告。然后，但是他就一直劝慰说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得啊。当事人本来想要扫扫起所发现，伊来检讨，将主要原因怪罪伫伊身躯，为证明自身受暴力威胁，向对方提告了后，伫面册发文，病院一直要求提掉。所有的伤害都减到最低，所以我们会希望他删文，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强迫他删文。我是建议他删文。对，完全就是站在建议的立场，希望他删文。医方解释要求删文是建议无强迫，会搁强化当时的沟通技巧，也强调第一时间就向卫生局通报发生医疗暴力。只能回归到最原始的刑法。那刑法跟所谓的医疗法最大的差别就在于，这个非告诉乃论，警察可以主动介入调查。另外，以及相同事件在相同的刑责下，它会比原本的刑罚来得更加严重。后续的话，这个案子会到检察署去，那检察署等下判决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处理。台南市府回应专函已有检警承办，病院表示，依赖同事拢会予因充分的保障，这代志已经提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